話說我想重新裝修過個房間，咁張床就肯定要訂做啦。而家有咗 AI 幫手就簡單得多啦，我畫幅圖俾佢，佢就可以生成唔同嘅效果。唔中意我仲可以改嚟改去添，加窗簾冇問題。甚至乎你可以將佢變成梵高嘅房間，變成小木屋又得，任何場景幾秒鐘就可以實現啦。咁當然最後我都要揾設計師做翻個結構圖。最後關鍵就在於細節啦，好似夾板咁都有好多種唔同嘅選擇，真係頭都暈啊！所以今日我就嚟揾專家幫手。除咗木芯表面咧，都可以有好多種唔同嘅選擇嘅。而家防火板印木紋已經做得好逼真噶啦，而我自己就始終都喜歡貼真嘅木皮，因為質感始終都唔同啲。所以喺呢個訂製過程中，我都學到好多嘢。而最重要嘅係你要揾一間信得過嘅工廠。同樣係一張床，外表一模一樣，但係其實成本可以相差好遠。